大家好，澳門市近日一個由內地親屬組成嘅操控賣淫集團被破獲，警方拘捕3名吉林籍疑犯，並且以證人身份帶走3名女子，包括2名16歲以上嘅未成年少女。案中至少有1名男性主腦仍然在逃。該集團涉嫌招攬同埋安排當地同鄉女子來澳賣淫，從中抽取利益。3名落網疑犯均為吉林省人士，報稱無業。首名嫌犯姓劉，女，57歲；次名嫌犯姓李，29歲，係首名嫌犯女兒，亦都係在逃男子嘅妻子。第3名嫌犯姓馬，男，20歲，係次名嫌犯嘅表外甥。而3名證人同樣嚟自吉林省，其中1人為中年女子，另外2人為已過16歲嘅未成年少女。第2名嘅證人以及第3名嘅證人每次賣淫嘅肉金咧係大約港幣1000元㗎。呢個團伙嘅成員咧係會抽取當中大約港幣300蚊。咁經調查啦，3名證人咧喺澳門從事賣淫活動嘅期間咧，合共咧係大約有30名嘅男嫖客提供性服務嘅，咁涉及嘅金額係大約港幣3萬元嘅。咁呢一個團伙係獲取咗啲不法嘅利益，金額咧係大約為19000元㗎。司警12月26號接獲治安警轉介案件，據調查，中年女證人今年12月中旬喺疑犯安排嚟澳賣淫，直至近日女子不滿肉金分配決定，自立門戶，被在逃男子掌摑之後，向治安警報案揭發事件。3名疑犯被警方以操控賣淫作未成年人之淫媒同犯罪集團罪落案，而3名證人亦都一併移交檢察院。警方表示正係追查在逃男主腦嘅下落，並且進一步調查係咪有更加多嘅女子涉案。